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 Arduino 製作一個超級好玩嘅經典猜字遊戲盒，利用 LCD 顯示器、一個控制按鈕同埋一個提示音效蜂鳴器，就可以同朋友一齊動腦筋玩遊戲啦。首先，我哋將按鈕插喺 D1、D3、G1、G3、J1，駁去 Arduino 嘅 D2腳位，J3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跟住蜂鳴器正極插喺 G6，負極插喺 G8。J6 駁去 Arduino 嘅 D6腳位，J8 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之後我哋將可變電阻同 LCD 顯示器放好，可變電阻三隻腳分別插喺麵包板嘅 A8、A9 同 A10，LCD 顯示器插 A15至 A30，並將 Arduino 嘅5V 同基燃 D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負極槽。跟住我哋駁可變電阻嘅線，由 E8 駁一條線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而 E9 就駁去 E17，最後一隻 E10腳就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。之後我哋要接駁 LCD 嘅數據線同控制線，由 E15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E16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由 E18 駁去 Arduino 嘅 D13腳位。E19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E20 駁去 Arduino 嘅 D12腳位，跟住駁數據線，將 E25駁去 Arduino 嘅 D11腳位，E26駁去 Arduino 嘅 D10腳位，E27駁去 Arduino 嘅 D9腳位，E28駁去 Arduino 嘅 D8腳位，E29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E30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硬體電路駁好晒之後，點擊右上角嘅 Coder， 呢個程式定義咗一組動物詞庫，喺 setup 入面會先初始化 LCD 同埋設定按鈕、蜂鳴器嘅腳位，並隨機打亂詞庫順序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，就可以開始模擬。LCD 會先顯示 Animals 並進入倒數。當玩家將遊戲盒放喺額頭，朋友睇到熒幕上顯示嘅動物詞彙並進行提示。如果猜對咗，按下按鈕就會跳去下一個詞彙。程式會同時進行倒數，如果時限內完成所有詞彙，就會播放勝利音樂並顯示 You win， 否則就會顯示 Game over。呢個互動猜字遊戲盒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喐手，跟住做一個，同屋企人、朋友一齊挑戰啦！